师好。最近啊，压力不压力，各条件各经理，大家晚安。这个讲习班，讲习班呢是今年昨天排的这日期，今仔早上有我时常咧讲，这道理吼，有时常咧讲吼，实在有咱讲过，咱嘛对头啦，因为这个题目吼嘛准备足久啦，拢一直无去完成吼，像讲无班吼，拢从拢开落去安尼，嘛对头啦首先呢，咱来感谢上天降福气温，做事吼，师尊师会大家到这里，这个舞台提升天灵，建筑师，高兴有这机会到这办理事业，但是呢，学校实在做较忝，这个道理呢非常的欠缺，所以报告当中留有点就是有得所在，正盼望。所以今年这个基情，是学学当中会当来上班，这是最大盼望。那么今日要报告的呢，也就是呢北风吹不动。讲了这个北风吹不动呢，咱呢，嘛拢去想着了，有关了宋朝的这个大人甲苏东坡的这个故事。因为苏东坡呢，伊呢才华真好啦，伊堪称是咱文坛上的这个十项这个专业的这个歌手。伊呢有一个相知相识上雕上练的这个风华之高，也就是这个福音上书变老时啊，因两个这个文学上还是文学上呢，拢时常咧切磋多寡。但是呢，每一次呢，拢是呢有印象书呢正到上空啦。所以这个苏东坡心内呢，会感觉毋是滋味啦。所以呢，伊就用尽心机，要福音呢不了解就对有一天呢，伊两个呢小弟呢坐禅这个苏东坡问了福音上师讲，上师，你看我坐这个禅是什么禅？那么这个福音上师呢，就甲这苏东坡讲，那么你坐呢就是祖上啦。苏东坡听了呢，伊就呢洋洋得意啦。那么呢，伊即摆就反问了这个洋洋得意。那么这个回应上师呢，伊就问苏东坡啦，讲迄个我坐是什么上？这个苏东坡伊就想讲若今日切磋大话，想讲师迄个正有切磋倒来袂使讲你坐这回应上师佫坐的足是有诶这个牛师讲你坐就是这个做牛师上的回应上师就讲所以这个苏东坡伊就得意洋洋就转到厝。当然不言小话，伊就将了呢，伊甲回应上师呢坐上的这个经过讲互小话听。这个苏东坡伊以为讲已经占了上风就对啦。但是呢，小妹呢听了就讲偌倒一个事较济你要讲上有心声，你竟然从一个六品千金这个回应上师，搭看做做一对的做牛师上，因为回应上师就是已经修甲六品千金嘛，非常得处伊看到众生拢是佛，所以讲你就做祖上。但是呢，你呢，却是应该对回应上师讲你是一个做牛师上。
可见吼，毕业生一个个查回应，上司查实在做啊真个，所以说我听了讲啊，实在有影就对，哦。这个小人科呢，过了后，一段时间伊因为过去的时阵都是拢去打上这参选打坐嘛，所以有一摆出庭了伊体悟就手机非常的好，也就是呢，气受天龙天河东叫百千，北风吹不动，端者西金莲。这个小人科呢，伊即摆这出庭呢，伊忽然呢，参选做官了，启悟着，感觉讲这是个机遇，伊未修学在当中，真正袂歹咧，所以气受天龙天，河光照百千，北风吹不动，端坐之人。伊出庭了，上了手机，伊随写呢，另个书童呢，送过工互了这个回忆上书呢，要互伊呢学了讲好，伊即摆伫即个参选打坐了出庭了做这个记忆的简介，这就收了对。所以就伊的这个书童呢，过工送去互了这个金山寺，互了这个回忆上书，回忆上书看了呢，以后就会向伊放屁。就去由书童呢甲送落来，所以当即个书童本呢，今日看到了呢，伊就讲，我想着遮好机遇，你无答学了，搁咧答，搁咧答骂安尼骂我即个放屁了，所以伊看了呢，就收着了即个机遇了，伊的即个放屁迄两个即个伫后壁嘛，啥物放屁。所以了呢，伊就马上呢要去找做即个回忆上书，做理论了了。当过到金山寺的时阵呢，回忆上书经出离分离吧，只是在个上方写是讲北风吹不动一批呢拍过啦。当了即个做书童本呢，看了伊嘛讲实在有影对，伊的心情呢查回忆上书查了开。所以而且讲即个北方这客手讲炮手我就等下看请这曾兄解说者，安尼我解说袂对啊，因为有看有迄个嘞，因为咱是学呢，功夫内面呢有知觉到成入因为咱毋捌理解，这是互我的这个见解，毋知见唔见得等请你做一个开始。因为这个理解是讲因为咱日常学在当中，咱拢毋捌，咱对毋知影要到知的当中，一定爱透过了学习，看经册，去了解，知影讲迄个原因，咱要先学到。知影做好但是咱要去修，一定要有一个步骤，一个功夫。咱咧先了解这功夫这个步骤，
就可比经理时常讲的，咱要离厝人要到离岸，一定要有一个工具，咱要知影这个方法要安怎行。但是呢，咱若讲知影方法，无去行去，无去行，究竟就是伫这文字上咧卖弄文章而已。咱知影了后，咱有去行，无去做，你要看有法度体会，我是了讲有法度体会。咱敢有理解无清这个交通，就是要像讲王阳明咧讲爱知行合一。知影了后，咱无去做，无去做，计有较是对，敢是安尼？所以呢，恁即摆就讲了这个到底什么叫八通全不懂？所谓的八通，就是呢，称机回应、力衰乐。称就是称赞嘛，就是呢，当面谈而乐，因为咱每一个人呢，就拢是爱听好听话啦，听着咱讲咱的好话时，咱每个拢会晓，一定会敢是安尼？无论是咱有真听呢，无真听呢，大家听着拢会欢喜，所以呢，学了人固然是好啦，但是呢，咱一定爱言其实，言其实，所以咱小小咱讲一句话讲，好话一句呢，三多远，恶语伤人呢，分难消，偏偏一句话咧讲的时阵，有时讲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咱偏偏咧讲一句话，讲一句好话，互听着，人虽然讲是当天非常的冷，但是伊嘛感觉讲足温暖，当伊一个人伊做事的时阵，咱若甲鼓励者，讲这物件大家嘛拢会，咱呢，就是勉强咱后面就改就好，有时咱若讲的伊就感觉讲安尼真正有影着，迄嘛是伫迄个做难题的时阵，去遇着困难时，咱甲一句话鼓励，讲着这个就是前夫所长讲的，伊做囡仔时阵伊咧扫地，免甲边仔角扫到足清气，伊妈妈打伊顶一工的顶一回当讲咱就咧讲啊。伊拢记牢着，我即句学落的话，对伊影响足大。所以像阮的小朋友嘛是安尼呢，我就听政府所长咧讲了，阮的小朋友来我拢甲阮的小朋友学，阮小朋友迄过会晓的，真正，你若安尼袂使呢，伊有过恁啦，就讲咱一定爱。适时的来鼓励，来称赞，称美就对啦，安尼，恶语呢，伤人呢，分难消。一句话好嘛一句，歹嘛一句，好嘛一句，歹嘛一句，对毋对？你讲着一句话出来的时阵，当伤着这个份呢，正捡着的，就像阮公司的迄两个乌仔衫甲一个两个安尼，因为有迄个心结，伊拢礼拜会上，礼拜会上，公司内面10几个安尼，也拢无好。我讲像迄伫咧上班咧，就足艰苦的安尼。
就是讲吼，咱讲话时有时吼，爱替别人的这面吼来想，安尼，爱讲伊想伊对，伊想伊对，不管伊是啥咧，咧啊做咧咧玩安尼，定定就讲一句讲伊咧讲伊安尼，所以阮头家吼，昨昏咧讲啊，心代志拢在下讲，吼安尼，代志就差不多12几个，分过后台安尼，我感觉吼，这嘛，我吼公司上面就当做一家人，吼，大家有缘做伙，吼，拢是一个公司，事过就好啊。但是，毋是讲安尼，大家咧想啊，就是安尼，大家若拢想安尼咧想啊吼，根本就做好处理啊，伊有伊个想法，吼，想法袂当相像，伊有伊个想法，咱有咱个想法。但是咱去公司咧上班，是讲为着这公司设想，了公司会当趁钱，工课赶会去，吼安尼，为着是咱想，为着讲吼，像即摆我好一个师傅受伤，另外一个开咧学，伊讲我咧较暗班，迄个师傅咧迄个吼，就我来讲后一届吼，2届3届你爱学会晓吼，讲后尾学3届就学会晓，安尼吼，免请一个师傅足简单诶，吼，伊就伊担妹，吼，伊就吼采取我讲，我若学袂晓，无我咪，就。讲吼，咱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怎样？尤其伫迄个职场上吼，做歹做，就讲咱就是讲对着即个会议，好话甲歹话讲的当中，咱一定爱呢，谨慎爱注意，有时一句话，咱讲言者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咱就是无心要讲一句话，但是吼，伤过人代，人就。其实会分答安尼，所以咱就是讲吼，我感觉讲吼，咱来对待人拢好，咱来学菩萨的这心，看着大家，拢是兄弟姊妹，大家拢好，是免做到个点心有那无言语啊，就讲大家尽量调用迄目标，去迎合对啦，这就是讲吼。第二呢就是鸡称鸡，鸡呢就是当面呢当铁笑着对，因为通常呢当铁笑就代表讲伊做伊有自大的这个心理，咱讲自大就是臭因为。别人的尊重，咱有咱的尊重。咱讲摆尾尾有毛一无值，伊对英文较好，无一定对数学好啦。伊对数学好，无一定英文就好啊。敢是安尼？个人有个人，伊迄个生去做研究，但是伊心肝未必有善良对毋对？就讲比较袂了，所以咱袂当勿以己之长而行人之短，勿以己之短而济人之长。为己之长而行人之短。咱若讲咱即个咱每一个人做好可能人歹的时，咱就这样提笑因为个人有个人的优点这个做缺点咱家己拢知影咱就是讲尽量
嘛安尼嘛看着咱家己这短处，看着人个长处人切顾，这是人的这天性，拢是安尼，大部分人拢会安尼啦。看着人老爱下班，咱就切顾，咱就对个，咱来同赞人老爱下班，敢是安尼？上分统势，伊就讲大做厉害，阮虽然讲统势我就真正大讲对袂得，我毋敢切顾我赞，安尼。就是迄个爱向他学习，然后见贤思齐，见不贤为子先嘛，反正好诶。咱的修行就是安尼尔，因为咧修实在无好修，我要学迄个做千不住魔，这三性魔，心为魔，不中道，不平不高，不行我传不行虚极反转之中，足困难。拢伊个这个财死名书税加咧迄个咧下咱的所以呢，咱人甲人之间上大计谋呢，就是比较，就是比较是安尼，安尼。但是比较讲咱若肯上进的话，还佫无要紧，就是安尼，咱，伫学的当中，咱若是境界真正悬，伊的格局呢真正远大，咱就会当看着人这个好，放下了这分别心，咱若无这分别心做，就会呢活得呢更难，做更加安稳。若是讲真正咱一切拢比别人较好，比别人较厉害，但是咱会欠伊一个，这个是上的美德，敢是安尼？欠是用阮呢就孝顺对不对？这是伊迄个知，第三就是称之为慧呢，就是呢背后可能这个唔好啦。这个人呢，无论是中间正邪，伊讲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呢，一定有人讲好，嘛有人讲唔好啦。但是呢，因为每一人对事的这看法其他相像，有人就会输，10个人有10种想法，但是呢，所以人咧讲咱的歹话时，有时讲咱的背后话时，讲咱的唔好的时，咱就爱反指教，咱就爱反，但是呢，咱普通的人听人咧讲咱的是非的时，咱心中无当好情的，咱会马上呢，甲伊呢反驳。小小人讲起来，听着像阮内底后巴掌人，听着人咧讲个歹话，就拢气不过来。这是一般人的通病就对啦，因为咱是但是咱咧修行当中呢，咱就唔安尼，因为咱毕竟咧修啊，人来讲咱无影，还是有影，有，咱就来改，无呢，咱就讲爱管我的事，惊我修行当中无开解，惊我的生死大事无关系，伊讲伊的。做我，只要我心静，但是咱就是讲，拢为着这个面子，叫这个面子害死。这个面子呢，拉不下来，就是咧找理论，但是迄是讲咱这个饲料，咱若真正饲料，伊咧安尼骂时，咱就讲惊我生死大事无影响所以你这个蔡坤呢，你这样高级会讲，闻谤而不怒，如饥吼，浑空。虽烈焰巡天，终当自省。闻谤而怒，如春蚕作茧，虽巧心力变，自取残眠。听着呢，人咧来诽谤的声，咱无去烦恼，无
无去啊受治。如呢，咱上迄个做夜火咧烧天公，烧福中烧啥，火来烧，敢烧会着，烧袂着啊。但是安尼，虽然伊个火足大，但是呢，到尾啊呢，相当的自烧。尾啊一定爱倒到迄原料迄油，迄茶会倒的料，尾一定是挂落来啦。敢是安尼，是迄个听着人咧诽谤人，咱是反路呢，如春，就像迄谈安尼作结，春蚕作茧就对。虽然你做细心，咱呢拄听着了即个太阳时，咱拢伫遐咧做传播咧，利变伫遐咧爱说，但是呢，自取长脸啊，尾也是安尼啦。所以咧，这至圣先师孔子呢，伊拢到60他讲逆孙，伊是人迄个修行讲到60岁会逆孙那无简单咧，我嘛是60啊咧，但是听着有时心还阁定袂落来咧，有时讲无爱遐伤，无爱遐伤，但是呢，毋嘛身体，搁一直想安尼。因为咱出来听拜就是讲莫伤，爱转念，但是咧转讲安尼袂使，但是太心内佫会想咧，讲咱咧修的境界还佫无够，太难了。第四呢，就是牛啦，就是第四牛。牛呢，就是背后讲人即个好话啦。俗语讲人爱面子，树爱皮啦。其实即个名声比人讲嘛真重要，因为这名声是咱第二世命。逐个人送来好名声，逐个人拢爱好名声，唔爱迄个歹个名声，敢是安尼？但是呢。为着即个人，若是为着要得到了即个好的名声，就算伊呢要安怎努力，安怎辛苦，伊呢拢是心甘情愿啦，但是呢，若是一世人呢，会即个努力得来的是歹即个名声，歹的名声，一定会心不甘情不愿啦，痛苦对啦，因为呢，得到了即个无好的名声。咱就感觉讲，真诶，尤其咱修行道，若是搁做着迄个做无合理诶代志，损德为民诶即个代志，就更加无好啦。因为咱伫修诶当中，就是讲爱诸恶莫作，莫作众生奉行啦，敢是安尼？但是有时，因为咱拢毕竟是伫修诶当中，难免讲会做了即个差错。当然，这个名声做着了向讲出的时，咱就感觉讲足可惜。咱伫修行界当中是安怎拢要朝向好的，是要搁做安尼，得着了这个名，要逐个嘛爱好的名誉嘛，敢是安尼？尤其呢，若去互人误解啦，尤其伫修内底咱讲要做稳恶用善，有时若去互误会着，有时咱嘛拢会去惊辩解因为无了解嘛，所以就是一摆你今日来遮，做亲像来讲真理一条呢，道理是千万条，因为呢。有会情端就是逐个人拢认为伊讲会对，伊做会对，无两个人太冤家，伫迄理咧争的当中，就是每一个人的所见无同，看法无同，想法无同，所以就
落开父母才就是安尼。若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伊讲的嘛是道理，对有道理。伊认定有道理，伊嘛是认讲有道理，逐个拢有道理。讲着这道理，我即摆来讲一个小故事。哦，较早有两个师兄弟伫遐咧为着一件代志遐冤家，遐咧吵吵闹闹。即摆这大哥呢，就去问师，讲哦，迄个二师弟安怎安怎？哦，迄大师兄就去这师傅讲嘛，讲安怎安怎？哦，这师傅讲哦，安尼你对。即摆这大师兄出去了，伊这第二组地入来，哦，伊就去将因两个吵闹的代志讲互伊师傅听。伊师傅讲哦，啊你嘛对。哦，到尾第三个这个到第二个意思的时阵，听了感觉有煞煞，爬尾一件代志，拄仔讲迄个大师兄入来，伊对，第二个对。这第三到第二师的时阵，听感觉足奇怪，两讲师，啊，咱因两拢对，因师讲啊你嘛对，哦，这是像前面我讲的讲吼，因为伫修行当中已经修到这个境界已经有够，伊看到逐个人呢拢是佛，面面是佛，看每一个拢是佛啊，所以逐个拢对。伊看到一个好的，然后看到一个歹，哦，啊，咱咧修是来修安尼，啊，讲足简单，咱的心内要转吼，足困难，足困难，哎，这就是明义就对啦，哦，所以若想咱。因为咱伫即个社会当中，会上要选择民意代表，立法委员就是权劳，因为要来一个好名声，适当哦，就出来选举安尼，就落安尼，免为着一个名声呢。所以这个名声是讲咱的第二生命是个非常的重要，一定会受影响。第四呢，就是利益，成绩。这个利用是咱逐个每日拢咧听的这个。有一届这个前，我的声大声。有一届有一届呢，这个乾隆伊这个伊有一届下人，而且真正电视讲好，这来去的这阵真正侪，伊但是讲，伊讲这敢若两家船尔，敢若两家船尔，一种一家是名，一个是义啦，因咱伫世间为着啥？为着名，甲为着义。为着名，甲为着义，咱在自出世，读册、受教育，为着啥？为着讲人工出社会，会当呢做较辛苦，趁较侪钱，为着利嘛。当咱有利了，咱要想讲咱要有一个好的名声，为着家己，是安尼，因为这就是咱的，尤其咱现在的这修行方式，甲过去不同。过去呢，就是先修自个点，而且咧修行学道，爱下去江山事业，到青山古道，还是着去苦修苦练，修到3000公万、800公万，搁有为着先入的资格，才会当来得道。所以修道的足济，得道的足少，但咱现做是无共啊。咱现做事情呢，是先立志而修。过去修的学道是哪？爱下去江山事业
所以过去时阵啊，做啥频道、频道做啥呢？伊无看到这个字，但咱即摆呢无共，咱即摆是在家乡，大家事奉公商，拜甲拜五，大家呢去职场上趁钱来维持咱的这个家庭，安尼，假日有班的时，咱来互人参班来开启咱的店，这个付费所以互咱讲咱即期是收金钱的，咱即期是收富贵的。尤其像咱即摆开班拢找恁去，迄个这活动遮舒适，若开班拢去煮互恁食，去食做好安尼。行过去讲爱去去化验，来去食。所以咱个通念难免的就较有，对这个字咱就较会去注重。若讲无食便修行啊，无财不用命啊，敢是安尼？安尼用咱的命，是讲你来开启咱的智慧，开启咱的智慧，安尼。所以伫这个书内面，这个论语内面看啊，伊讲君子义小人义于利，君子，尤其上过去，互我想讲的，若上简单，迄阵讲一单词一条一在路行回啊，但伊有伊一单词一条在路行，伊学人一学啊，伊较快乐。但是过去较早的时阵无钱无要紧，即摆无钱袂使。若讲较早无钱因为较早农业社会是较早的时阵，就无诶。咱即摆无钱，你着爱电钱、水钱、电话钱、目睭计金着爱钱。所以这个字咱即摆对着这个字的看比较较重，较重，若当时遐文字讲寓意小人，咱拢减除了这个字尔，安尼着加过去现象，咱着差足济，即摆讲着这个字呢，我来讲一个故事啦，迄个。不得当年，甲这个陈真正呢出外的时候，看见涂下面呢有有一寡呢来路不明的这黄金不得了这个人讲这是毒蛇啊，但是呢，我伫边你做是一对囝仔，就随后来讲，什么毒蛇？结果看讲这个做是黄金你是做政府就是官方、官方失落伊就来捡起来引去了。结果尾这个官府调查了，赶将这名仔囝来关，因为这是这官方的失落的这个库安尼。讲伊因这个名仔囝捡了这个黄金了